哦，这内底我上水了。哎呀，水当当，水当当。起码对，无唔对，三位查甫袂水，敢若我查某嘿，我上水哈。那第一个起来拢一定上强的才有出来。当然啦，要抢头菜嘛吼。是，无唔对，无唔我对，叫因爱有站站，爱有站，一定爱有站站。小娘一个。好嘅，哎呀，真正足欢喜的，你啊看。今日真正足隆重的安尼哦，亮亮啊，因为哦，顶届会当吼，会当赢，真正是险胜。先生，差几输啦，我会记。差几输输啊，嘿啊。我今日游戏甲顶出来拢无共款，搁较趣味，搁较刺激。钱搁较多。今日就是咱家庭爱团结的时阵。没错。所以我前刚刚咧，刚刚有一点100%的感觉，你有？有，绝对有啦。派头真好。哇，阿霞。哎呦，哎你想济，你想济。哎呦，第一题3个字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提示。两个人，好，两个人哦。来，第二个提示，做伙读书，两个人做伙读册，要读啥话咧？好，来，第三个提示，足歹分别的，哎呦，足歹分别的，两个人做伙读册，足歹分别的。哎呦，我是啥话咧？有无？无哦，我过来提哦。哎呦，哦，来，我接来。相生啊！哦，相生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人嘛，当然去读书啊，我分不出来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？哎呦，哦，相生相生啊！好，来，老师相生啊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会这高！来，我首先恭喜罗家加5千。是。来，第二位，咱拄啊哦，比菜市啊搁较闹热。嘿啊，是安那咧？咱若去买菜时阵，拢会甲头家娘开讲。即摆大家吼，四个家庭袂歹，拢会开讲起来咧。大家拢开讲来遮，有台语搁交朋友咧。嘿啊，规个家庭哦，感情拢足好嗨。嘿，而且咱当个脑筋就是啊，这个地这盐这是盐水啊，拢会讲起来。对。我感觉安尼真好。赞。嘿，咱学台语搁通交朋友。所以讲。希望咱观众咧厝会使加减哟。无唔对，虽然袂当摕到100万，不过吼，你参啊，欢迎你看了以后，感觉袂歹，以后参啊来阮节目，嘿，阮嘛有可能会，互你100万哦。系啊，是今日来查某囝，水甲。顶边有来哦。我的名叫做罗严金，严金，对，我今日就紧张呢。袂，拄则你有摇着对无？有就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猜到？有摇着无？无呢，哇，我拢无呢。比你较烂呢。我要讲我的名啦。真哦。会晓讲袂晓听。你看我。其实这个一嘴国水喎，嘿啊，拢袂晓讲台语啊，是介国水呢。对。是啊，不过有会晓念盐水无？盐水。有人讲盐水，有人讲盐水啦。哦，阮当叫盐水啦。是啊。嘉欣姐姐咧，嘿，盐水，嘿，你拄我知影无？我知影，因为我吼昨大工拢买菜。哦，大家拢买菜。大工拢去菜市场买菜。菜市啊！前一阵啊，喺网络拢咧流行以前的影片，拢咧搬加香纸啊，咧讲台语啊，对面是迄洪都拉斯洪哥，好，以前哦较歹，今嘛较好。拜，不是拜。我你有感觉你愈讲愈好无？哦，愈讲愈好。我去菜市场。菜市啊，买讲抬杠。哦，我抬杠的时阵，笑话。对。阿嬷就送你足侪物件，对吧？因为吼，阮阿嬷听袂落去，你紧走，就一直送伊。猪。低啦，吼，猪是书，隔壁的鸡呀，隔壁的鸡呀啦，对少年，买甲老，吼，这个寡妇这个老，我以为吼，迄只猪吼老，我就讲，你哪会知影？迄只猪吼是少年，也是老，头家就讲，你哪会讲伊老？我无，我是讲猪老，还是少年啦？该去
买一个菜，应该爱卤几半步。对啦，嘿，就到尾啊，嘿，大家拢变好朋友啊。对啦，真高兴啊！新疆兵，新疆兵。客人坐拄啊，就你讲啊。条件应该讲，嘉欣啊，你就讲国语就好啊。袂使，袂堪呢。是你讲英语买通。我有专家有智慧，本早起来，菜市买一个菜，1点钟久就好，伊可能会爱3点钟久才食到。嘿嘿，因为爱解释真济啦。我互你一个方法，以后用写的可能较紧。是，拄则咱客人坐，就你讲盐酸，因遐讲盐酸，嘿，拢有2种讲法，因为有家乡音嘛。秋高沙啦，秋高沙，中华人，中华人，中华人。是。啊，咱妈妈是倒位的人？台东人。台东，哎呦，啊，你嘛是讲盐水，哦，今日4位美人咯。对啊。好，来，这题几个字2个字？2个字尔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提示1，来。写功课。写功课是啥话咧？嘿，好，来，第2个提示。出国佚佗。出国去佚佗，搁写功课。哇，这差这多。嘿啊，好，来，第3个提示。囡仔上爱。囡仔上爱。哦，来，开始这个。休假。歹听啊，姊是我听了唔对啊，是讲了唔对，我讲个真无听到你念的是日文，你休假。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月的时阵，放假的时阵就是休假。跳落。热假。热假，热假，跳热假是哪只？休假。你会使先讲华语，我甲你翻解。你华语要讲什么？国语要讲暑假遐。伊要讲的是暑假。啊，无就是休热，对不？休热。好，我感觉是。老师休热对唔对？休热就对啦。来，文总，恭喜你了5斤咯！阿姊，剩2个，一个台语真好，一个台语真歹哦。我进步较重要，因要，两位都足有自信，足敢讲的。对。好，来，我们出题啊！不是，伊直甲讲伊有心啦，伊有心。有心啊！心，鼻水，我知。哦，有信心啦。哦，信心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清朝起的第1条轻便铁路，迄当阵主要的目的是为着要运送什么重要的物件呢 ？A. 地米 B. 樟脑 C. 土炭。好，来 A、B、C， 请选择。来哟，看你们选择地米、樟第3班哦，足重要的哦。3班哦。我听者。啊，若高赢的人就赢哦。哦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来，来，你选的是樟脑，拢会使啦。你知影樟脑是啥话？我知影，那个。你弄下啊。对，迄有糖啊的时阵哦。糖啊。糖，我未讲问啊，歹势。爱啃的，对。是，哦，是清朝哦。我嘛是因为有读书啦。哦。有读书。唔过你拄有行来地米呢？系啊。哎呀，可能是这3个拢真成。后边哦，一直甲我安尼，我唔知影是靠 A 也是靠 C 啊，我就靠 B 啊。我未讲问啊，吼。来，就我来靠 C 啦。靠 C。你卖靠 B 啊？你讲我是土炭。对啊，我想讲，这物件是上重要的物件，一个清朝的时阵呀。你爱生活，你爱有火，就是爱土炭嘛。爱机会就对啊。是，有困难哦。来哦。哎呦 ，A、B、C。是啊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足中国。是。
好，来，我先讲迄个第二个选项樟脑，家己名讲樟脑。老二老吼，好来，这条较困难吼。咱拢计是讲，台湾的第一条铁路是老兵团伫1887年开始起的铁路，吼，是为这个家人到新竹。其实吼，伫进前的1876年，清朝政府就伫啥，咱台湾第一个官方开采的煤矿，就是家人的八斗啊。煤矿就是家人的啥八斗啊煤矿遐，又铺一条啥轻便铁路，会当通到迄个港口。哦，啊，这条铁路大约2.13公里，8分钟了，就会当啊啦，甲八斗啊遐生产的土炭，哦，搬舟船啊运出海啊。哇，这所以答案是土炭。